圓規逐漸遠離，再減弱就考慮改發3號信號。額外半日假期，市民各自揾節目。天平山村民趕收割，減少損失。各位，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以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。挨晚6點，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喺本港西北偏北約35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約16公里，吹向廣東內陸。目前本港多個地區仍然吹烈風程度嘅西南風。8號烈風及暴風信號已經發出接近7個鐘頭，期間總共收到9宗樹木倒冧嘅報告。圓規下晝3點左右喺本港嘅東面登陸。天文台話，當烈風減弱嘅時候，可以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